繼續來到台北市的文山區，有員警深夜12點外，咧執行着勤務的時陣，看到一個小貨車的駕駛，哪開車哪部分，車道閣有載人，馬上甲抓落來，並且做毒品的快篩。想袂到這個駕駛看到快篩的結果是陽性，竟然馬上被咧弄。警察向空中開2槍，要甲阻止，伊也是繼續走，但是都走無1點鐘咧，就互警察發現逮捕，移送法辦。員警看到小車駕駛哪駛車哪食薰，而且車道閣有載人，隨要甲抓，想不到這個駕駛呢表情真緊張，而且態度消極，無想要配合查證，當場對實施毒品的快篩，果然是陽性反應，想不到。比例就是食毒駛車，這個駕駛隨要走。代志發生喺半暝12點外，台北市文山區的辛亥路4段，細區的駕駛載4工人下班，要等於實際工程行，想不到被驗出安非他命陽性，驚一個趕緊走，員警對抗開槍嘛無得甲參。2聲慶聲，真大聲，驗過這個細區的駕駛意願的繼續走，員警考慮到現場光線較暗，繼續喐有可能會有危險，所以講先通報下來，再個展開圍捕。細區的駕駛脫北體倒佇塗骹，互警方發現，原來伊走200公尺了後，忝甲走袂去啊，密佇公務的樓梯間。最後，警方於文山區新德路一處樓梯間將邱賢查獲，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險罪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。獨家上路難逃法網，這個細區的駕駛走無1點鐘，就互警方抓到啊！有關於駛車食薰、甲用貨車的車道載人等等違規的事項，這攏會閣開單。